今日伊朗就同美國講，如果你仲喺我嘅波斯灣格格周周呢，我就剪咗你嗰條嘢。當呢句説話一出，嚇到成個美國金融界大地震啊！你美國咪最叻嘅，每一擺都用 SWIFT 呢個過數系統嚟制裁人。咁樣好啦，而家伊朗講，我剪咗你嘅 Fiber Optic，睇你點樣過數。如果你踢我出 SWIFT，唔俾我用呢個國際過數系統，咁樣呢，一拍兩散，我就將呢一個系統最主要嘅通道剪埋去，等全世界都冇得用。呢件事究竟有幾嚴重呢？原本咧用石油人民幣過數都唔到 1% 嘅，唔到1%，但係因為呢件事就將成個人民幣石油過數撐咗上嚟，去到49%，而美國石油過數原本係由98%，而家跌到剩翻54%。最近伊朗真係學精咗喎，佢諗住喺海上同美國硬拼肯定冇得拼㗎啦。因為自己都冇海軍，咁我冇變咯。伊朗就喺地下海嗰度，就用呢一個地下電纜就係 Fiber Optic 同你 fight 過啦。喺莫茲海峽度有3條大動脈，即係呢3條 Fiber Optic 都好重要㗎。一旦剪咗過後呢，頭一個受影響就肯定係阿拉伯㗎啦。因為你個阿拉伯嘅金融中心肯定唔保啊，同埋成個中東嘅過數系統同埋上 Internet 就冇得用嘅喎。喺莫茲海峽海底仲有500條咁樣嘅海底電纜。咁呢啲 Fiber Optic 有幾長？大概係可以轉地球20個圈。如果喺地球拉到去月球再拉翻嚟呢，都仲可以拉3次。如果佢而家咁樣一剪，影響嘅唔係淨話中東，連我哋亞洲都受影響。因為佢係 Euro 同埋 Asian country 嘅 connection 全部喺晒呢度，而且如果要駁翻去又唔係咁簡單喎，佢喺海底好深嘅地方，所以維修呢個海底電纜係屬於高危工作，即係比較高危險性嘅工作，工錢係好緊要高嘅。全世界即係 Google、Amazon 同 Microsoft 可以提供呢個維修工作啫。家下最大嘅問題呢，美國想停戰，魷魚唔想停戰，而波斯灣決定可唔可以停戰，所以接落嚟究竟會發生咩事呢？到而家都未有人會知道。